声音好很多，很好听诶。我们从头到尾唱一次。好，那我们从头到尾唱一次哈。OK 哈，OK 哈，那我们就照整个顺序做一次喽。好，就照整个顺序做一次喽。好，有问题吗？没有。全部了。全部，这次全部一起。再讲一遍。好，我再讲一次哦。第一次的时候是女生先唱前半段，然后男生唱后半段，然后这边都是 unison， 大家都齐唱。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是唱第一节的歌词的合唱，每个人唱自己的声部这样。然后再来是唱第二节歌词，然后的合唱。然后最后一次是所有人一起唱第一节歌词 unison 这样。OK 哈，好，有顺序有记得吗？还是要用笔写一下？可以好，可以好。好，那我这次就不会打断大家哦，大家就努力卖力的唱哦。这样讲也很奇怪，大家就尽量去感觉，因为这首歌是有点像祈祷嘛。那我们就你知道，因为其实祈祷我们是向上帝祈祷，所以它是有点像往上。然后我们就想象我们这件事情不是要。其实也不一定要跟别人讲，但我们重点是我们要跟上帝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想象自己往上唱，然后要送给上帝这样，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很感谢上帝。那我这次是不会打断大家的。那个伴奏我们那个第四次的时候就跟上一次一样，我们就先按住，然后有问题，那我们再跟你讲。
我你若手电我手电。可以哈，可以哈。然后我稍微讲一下那个，我们等下唱的时候音量少一半，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专心的去感，不用太用力。哦，我再讲一次哦。等下唱的时候，尤其是最后一次，不要太用力，因为最后一次其实是所有人诚心的祈祷。那个时候不用那么激昂，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情很自己的，不要大家就是好像要去你知道反攻大陆还是什么，很激昂这样，不用那么激昂，大家就是轻轻的，然后不用很用力，但是要诚心的，诚心很重要。不要觉得哦，我现在很小声，偷偷摸摸就好，大家要诚心，然后不用那么激昂这样。OK 哈，那我们最后再唱，我们这次唱第二节歌词的合唱，然后接最后一次 unison， 这样做一次看看 ，OK 哈。有问题吗？那都 OK 哈，都 OK 哈。那我们从最后一节歌词开始。
那因为大家都做分散，我们就直接大家自己知道位置，自己走上去。好，就这样。我们就对了，我们就自己上去就好了。对，那就要爽了。还有没有？你看一下，这一款的香莲啦，香莲刚好就到位，因为大家侪啦，而且嘛一百人以上的话，还要请酒，基本上较危险，所以对讲吼，因为嘛是讲，反正路嘛，上那一款的，咱抓电吼，会使看手机啊，你看我就是微信，你看我呢，哎呀，像我们啦，哎呀，你看微信的，哎呀，人济，而且蛮好听的，你这样叫我，他说叫我有一个注册，都要有一个嘛，有微信的。
对着你神的结局，就是身份的得救。咱要三甲来学乐咱的主，先诗32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完全。你会用你的智慧
咱三条来祈祷，伊要上帝，愿感谢你对你的百姓，互你拣选，以耶稣基督诚做上帝的囝，愿真福气。今仔日是主过活的日，阮应该自己伫圣殿来敬拜你，总是毋知影时势的变迁。上帝，你互瘟疫遍满全球，主是对你的恩准临到地地上，通过即个瘟疫，互阮搁较知影上帝你是掌权的主，万事拢是出于你。虽然即个武汉肺炎伫全球各所在拢有啊，各国的百姓为着这拢真困扰，嘛真艰难，真烦恼，嘛真无盼望。总是主，阮伫你有盼望，因为你永远在听。虽然有瘟疫，这是得要为阮的身躯，总是你的话甲阮讲，为阮的身躯的，阮毋免惊伊，独独迄个话通袂灵魂的上帝，阮才着爱敬畏。上帝伫即款的境遇中，阮只有来拥护你的慈爱。上帝，你怜悯，主啊，你较宽容的。阮真正担当袂起，阮为着即个伫你的面前迫切恳求，求你施恩伫阮的全球即个地球村。阮嘛真感谢上帝，为着即摆的武汉肺炎，你互台湾搁较互人看见。因为阮遮尔小小的岛屿，阮的百姓真少，阮的土地真狭，一条旱子啊，总是主，你互阮的防疫做真正好势，百姓嘛真顺服，大家人真合作，互阮的台湾伫即个武汉肺炎的死亡率无真悬，愿感谢上帝。毋是讲阮伫即个顶面有啥物通夸口，只是上帝，阮一直互人看轻，互迄个中国甲阮排斥，阮真正真不准。都是上帝，你有你的作为，为着阮防疫的措施做了真好势，互一个国家、一个人看见台湾，阮实在感谢你。因为即个武汉肺炎的疫情，一个教会停止聚会，改用网络直播的方式来做礼拜。说到遮，阮的心内真酸，因为阮着爱关伫家己的厝内，袂通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做礼拜。上帝，你日头嘛无爱看即款的现象，总是阮犹原亲近你，无论伫殿堂，无论伫厝内，阮就是你拣选的族，是祭司，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你拣叫阮，互阮伫黑暗中来宣扬你荣光的信。阮感谢上帝，主啊，阮要感谢你，互阮犹原拢无孤单，有即款的礼拜，头一摆互信徒伫厝里有即款特别的体会，会通搁较亲近上帝。去逐所在伫地，毋是侪人的所在，我才会通来学乐，就是伫厝里，伫个人单独的房间，我嘛会通伫遮来亲近你。主，你就是遮尔亲近的上帝，你的疼永远甲阮伫地。你甲阮讲，你的疼亲像爸母的疼，阮真正搁一摆来告别阮的信仰，讲上帝，你是阮的天父，耶稣基督是阮的救主，圣神做阮的保惠师，安尼引带阮的人生，互阮用劳碌的心来服侍你，用欢喜甘愿的心来服侍救赎阮的主。愿阮伫你的面前摆列的敬拜，亲像香香的祭，互你欢喜。愿安尼感恩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看见一人出世就痴迷，伊的学生问伊讲，若比即人出世就痴迷，对是一堆犯罪，是伊本身，还是伊的爸母啊？耶稣因讲，即人无犯罪，伊的爸母也无，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所做。时要是一时，咱就做找我的迄天，暝是要到，迄点是无人会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这话讲了，就跪烂伫涂骹，用炭搅涂，用涂糊痴迷人的目睭，甲伊讲去洗伫西罗亚的地，伊就去洗，倒转来已经袂看见。伊的厝边甲平素看见伊做去食的，讲，即人敢毋是坐底来求乞的嘛？有人讲就是伊，有人讲毋是，是亲像伊尔尔。伊家己讲我就是。因就甲伊讲，你的目睭怎样你着开？伊应讲，迄个名叫耶稣的，搅涂糊我的目睭，甲我讲去西罗亚洗，我随时去洗，就记着看见。因就甲伊讲，迄人伫倒落？伊讲我毋知。因带迄个平素痴迷的去见法利赛人。耶稣搅涂来开伊的目睭的日是安息日，所以法利赛人便问伊是怎样你着看见？伊就甲伊讲，伊从铺麦摕伫我的目睭，我去洗就看见。法利赛人中有诶讲，即人无守安息日，毋是对上帝来。有诶讲，有一个人太袂惊即号神者，因对安尼分辨。因搁甲痴迷人讲，伊已经开你的目睭，你讲伊是甚物号人？伊讲是先知人。犹太人有信伊平素痴迷，袂阁看见，到叫你着看见的爸母来，就问伊讲，即个是恁的囝，是恁所讲出世痴迷的吗？但伊怎样袂看见？伊的爸母应讲，伊是阮的囝，出世痴迷，阮知。但伊怎样你着看见，阮毋知。一对开伊的目睭，阮也毋知。伊大汉啦，问伊，伊要甲伊讲。伊的爸母讲安尼，是因为惊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有定约，若有认耶稣做基督的，着结出血肠。所以伊的爸母讲，伊大汉啦，通问伊，因就叫平素，因就搁叫平素痴迷的，甲伊讲，着归应当上帝。阮知即人是有罪的人，伊就应讲，伊是有罪的人，也毋是，我毋知。只有知一项，就是我前痴迷，现今袂看见。因就甲伊讲，伊甲你做甚物？安怎样开你的目睭？因讲，我已经甲恁讲，恁毋听。啥事爱搁听？敢是恁也爱做伊的学生吗？因就骂伊，讲，你就是伊的学生，阮是摩西的学生。上帝有对摩西讲话，是阮所知。独独即人，阮毋知伊对倒落来。迄人应讲，这就奇啦！伊开我的目睭，也恁毋知伊对倒落来。咱知上帝无听有罪的人，独独人若敬拜上帝，来听伊的旨意，伊就听伊。对古早以来，袂歹听见出世痴迷的，有人开伊的目睭。即人若毋是对上帝来，就无所谓做。因就应伊讲，你全然出世伫罪恶中，反倒教是阮吗？就激伊出。耶稣听见因激伊出，后来找着伊，就讲，你信上帝的囝吗？伊应讲，主啊，伊是一罪，互我信伊。耶稣甲伊讲，你来看见伊，会知甲你讲话的就是。伊就讲，主啊，我信，就拜伊。耶稣讲，我因为审判临到即世间，互未看见的人看见，也看见的人变做痴迷。甲伊三角伫地，甲伊三角伫地，法利赛人听见这话，
就甲伊讲，总无阮也是痴迷嘛。耶稣甲伊讲，恁若痴迷就无罪。甲恁讲，阮放弃，就恁的罪定定立地。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带咱来赞美的诗歌是：我心仰望是之宝贵宝价。赞美了后，牧师要讲道，牧师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食看见的人变做痴迷。若说毛病较尔水，会变死。今仔会平安？有平安无？有。下段吼是感谢咱的师弟小李姐，用遐尔标准的台语吼，甲咱讲即个活跳跳的故事吼。阮即马开始来领受我的台语要安怎解说。好，咱来先过上帝话，咱先同心来祈祷。即成个病，尤其是伫即马这个武汉肺炎的
威胁的你，阮更较欢喜感谢，阮会当伫礼拜来敬拜你。虽然阮做兄弟姊妹即马是伫厝里，甲阮无法度伫共款的所在，毋过阮的心拢连结做伙，伫你的听内面，伫你的听下面，阮要做伙来团结，做伙来敬拜你。尽阮来亲近你的话，求你帮咱教示，互阮会当更较明白你，嘛有气力，将阮所明白的行做出来，成做阮生命的一部分。下面的时间你来引传，互耶稣基督圣名。今日经文来到约翰福音第9章，其实是全章全第9章全部讲一个故事一个失明人的故事。所在咧，咱若为第8章看，其实耶稣是伫圣殿内面，即摆已经出来，游玩伫耶路撒冷。所以第9章一开始，就讲耶稣行过时，看到一个人，这人是安怎？伊出世就痴迷伊看无，毋过伊毋是后来较渐渐看无，伊是出世就看无啦，毋捌看过，不曾眼睛看过，伊出世就痴迷。第9章约翰福音是，咱知影约翰福音有7个星者，整个约翰福音记载7个星者，第9章这个是第6个神迹，就是互这个出世的失明的人得到看。看到这，若是最后一个，知影倒一个无？哇，即摆拢无人来应。好，我要习惯。什么？拉萨路对不对拉萨路对死都我。安尼，第一个有印象。对，伫加拿的方面，河水安那变做酒了。我讲这个是第6个，第4个一个最重要的事者。是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什么？5饼2鱼。有啊，咱爱知影5块饼就买去5000人食饱，这个真正是唯一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其实毋是5000人，而是5000个查甫人。好，这是第6，这个前面一个第5是平静风和海。好，这是第6个，互出世的人，出世的失明的人得到看见，这是伫犹太人看起来是这无可能的代志就是犹太人认为这敢若上帝较做会到，是出世的失明，你互伊看到，这个神迹是介大的神迹。今日经文讲，这个人出世的失明耶稣的学生马上反应马上问这个问题，伊讲是对一罪犯罪啊？谁犯的罪？这个是希腊文真的它的顺序这个人也是伊的爸母，是讲这个人犯罪，也是伊的爸母犯罪，因为看到这个人是安那，伊出世的失明，这是他们很自然的反应。看到这个人出世的失明，伊就问这个问题，讲是谁犯罪？伫迄个时代，犹太人这是一个共识就是破病是犯罪的结果。这个想法在演变成后来认为讲，你若有灾厄，你若遇到苦难，这个是因为你头前有犯罪。其实咱若想起来，不只是犹太人吧，可能到即马基督徒也有这款的观念，是不是？就是讲认为讲，若拄到灾厄，也是有苦难，这一定是犯罪。不过即马问题来啊，因为这个人是出世就痴迷。所以伊真做痴迷，安尼是啥犯罪？因为伊出世就犯罪，就毋是伊嘛，毋是伊家己嘛，毋是家己可能会算会，因个爸母犯罪。看下这是犹太人。若你若是佛教徒，你就讲啥物话？上辈子，上辈子，咱就是一直要找讲，一定是头前正前
犯什么罪，地到伊即马找伊。所以犯罪会带来苦难，是毋是表示你即马看到苦难，就是因为犯罪？对啊，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吼。咱知影犯罪会致到苦难，啊，毋过是毋是咱即马看到有人有苦难，咱就紧讲哦，因为安那，伊渐渐就犯罪。就像即马最近香港有一个牧师，伊讲这。伊讲哦，爆发的瘟疫是上帝对反送中运动的惩罚。伊即摆看到香港有武汉肺炎啊，袂使讲武汉肺炎，这样子会污名化武汉。我们就说中国肺炎就好。中国肺炎不晓得是污名化中国还是污名化病毒嘞？中国肺炎啊！现在香港有中国肺炎是怎么样？上帝对安那反送中的惩罚吼，去互其他的人骂啊臭跑。对啊，这其实耶稣伊就是无赞同即款，无同意即款的讲法，吼。所以耶稣伊回答，等伊学生讲，啊，这个新来的青年的人，是伊家己犯罪，还是因的父母犯罪？耶稣的回答毋是，耶稣是讲，毋是即个人犯罪，嘛毋是伊的父母。耶稣讲一句话真奇怪，伊讲：这个人生意是要伫伊的心中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对啊，这耶稣这个讲法，咱若较仔细的去遐思考吼，伊咧颠覆一个概念。一般伫迄个世代，也是讲咱即摆基督徒嘛安尼想，你若看到苦难，你会去问，你会去探讨这个苦难的原因。所以因才问讲，是伊犯罪，还是因父母犯罪？这种问法都是想要去寻求苦难的什么原因？为什么是安怎会有苦难？是因为犯罪，啥犯罪？是照这个方向去走。毋过我讲耶稣的回答，伊是一个颠覆像我刚刚说的，你看到苦难，亲像这个出世的青年啦。咱去推测，咱去想讲啊，因为进前有犯罪，这样的思维是咧创啥？是咱这在，也是要去探讨迄个苦难的原因。我们想要去寻求那个原因，苦难的原因是什么？你看这其实正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在处理这个问题，处理苦难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刚刚才有人说嘛，上辈子犯罪，对不对？这个答案就是在解释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回。毋过，那耶稣是提供一个无共款的看法。有苦难，即摆看到一个苦难啊，是出世就生命。耶稣讲，毋是啥物人犯罪的问题，是要伫伊安那，要伫伊的心中显出上帝的大作为。耶稣提供一个不同的想法。刚刚我说的，一般若看到苦难，是想要去敲找迄个苦难的原因，对无？啊，不过耶稣是咧创啥？耶稣他聚焦，伊咧显明讲，这个苦难的啥物目的？这是一个完全颠覆的想法，你要把它放在一起，你就知。追宗教，甲一般人世界拄着苦难，是要去问原因。啊，不过耶稣伊要甲焦点放伫对，即件苦难的发生，伊的目的有可能是啥物货？耶稣拒绝跑去寻找这个苦难的原因。耶稣要讲的是，这个苦难可以带来什么？它会有什么样的目的？咱要安怎对这个现实去开创它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发现这个一直是基督教的想法。对犹太。希伯来圣经到新约圣经都是一样的概念，很可惜，咱即马拜五暗时爱查经班都要查约伯记约伯记整个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约伯的3个朋友跟另外那个年轻人，因为焦点东西放伫苦难的原因，
啊，约伯咧问诶，问了50-60个问题，问耶和华上帝，嘛是咧问讲是安怎我会记到安尼？为什么？上帝，你爱甲我讲一个明白，爱互我一个交代。约伯记从头到尾有没有讲原因是什么？无呢，上帝无，其实有啦。伊上开始讲啊，那个撒旦跟上帝对话，那个有透露一点点，不过那个是局外的，那个是局外的。就是讲，伫现实，伫约伯记现实的情形里，上帝有甲讲原因无？无，上帝没有告诉他原因，原因不是重点。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者，咱知影，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为去找迄个过去，想要去找着原因来解决咱的痛苦，这个不是正确的方式，这个不是正确的方式。好，我们回到经文，所以耶稣讲着讲，这是咧显明上帝大重点。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谜语大家不晓得为什么他插这一句。伊讲安那？要是日时，咱着做找我的工，年时要到，迄日就无人会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耶稣讲一句，真正毋知咧讲啥。不过你若回去第8章，你就知影，耶稣伫遐圣殿咧甲法利赛人咧讲的，耶稣就强调讲，我是安那世间的光，我是世界的光。如果咱若回到约翰福音第1章一开始，叙事者咧描写伊就讲，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来到世界，黑暗却不怎么样，不接受他，一直要讲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是呼应前面讲，耶稣咧讲的是，我是世界的光，趁即马。日时就是趁恁搁有机的时阵，我来紧做，迄个找我来迄人所交代我的话，要做的工。若等黑暗来到，就是耶稣要互电死一个就迄时就无人会当做工没人做工了，这个故事就描写耶稣安那，喙烂伫地上，用喙烂安那。摇头，佫抹伫这个西米人的目睭，这是为什么？耶稣的卫生不太好，吐口水，伫涂骹佫摇头，佫用这摇头笔佫敷伫迄个西米人的目睭很多学者也用这个自古以来喙烂是一个什么？消毒很多的文化，很多的文明都把口水当作是个药在用。毋过咱若对神学的观点来看咱会知影是安怎伊特别要安尼记载当喙喙烂伫涂骹，互迄个涂澹去这是一个动作，是什么动作？他在预备施米。你甲想咧，即摆做工啦，做工人伊要用涂就要甲涂用澹去这个是一个动作，预备施米。即摆甲喙烂甲迄个涂安搅咧这是咧做工人伊咧团和甲搅拌的动作。甲迄个用好的涂抹伫个目睭这是一个涂抹，也是讲甚至讲是膏抹的动作。这个动作，这三个动作这三个工课，伫安息日中拢特别写袂使做，这个明文写出来，这个是不可以，袂使伫安息日所做的所以，耶稣这个动作是要表明讲，其实他已经什么？他已经违背了安息日的规定即马甲抹了，就交代伊讲你去到西罗亚迄个池迄个底去洗。这句话，西罗亚是什么？是耶路撒冷东南方的一个水池
人工引水进来耶路撒冷用的。希罗亚的名意思，圣经讲是奉差遣，那么伊原本的意思是把水引，把水引出去，它是引进来，为外口引进来。伊讲你去希罗亚池去洗看卖啊，去洗了伊就好了。这个情景，互你想到旧约有啥物代志？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很像旧约的一个什么事情？谁？泰戈诶，你也想到泰戈诶？什么人啊？乃曼大将军对无？乃曼伊讲那个所以迄个先知什么人？以利什么？亚撒。以利沙，以利沙，去约旦，约旦河去洗，很像这样的情境。伊即摆洗了伊就好啊，目睭就紧啊，伊紧起来，这个故事讲，伊的厝边，甲平常时平素看伊在去食的人，就看到伊啊。啊，过你知影，这个人是自细汉自出世的市民啊，所以无人看过伊有目睭会当看的时阵嘛，对无？无是伊啊，啊，毋过无看过这个人目睭闭开啊，所以会有争执。所以你讲，有的说是什么？有的说是他，有的讲啊，毋是啦，他毋过有神诶，就开始咧弯啊，所以你甲问讲，你目睭是安怎？你眼睛怎么了？伊甲讲，一个人用用喙若绞头甲我抹，叫我去希罗亚洗，我就看见。他们就把他带去法利赛人那里。为什么？圣经后面佫讲一句解释的话，为什么就爱甲这个人带去法利赛人遐？就好啊，就欢喜，上帝就好啊。毋是，这个人特别甲这个市民得到看见的人带去法利赛人，因为安那？这里就讲了解释了，是耶稣甲医治的迄天是啥物？是安息日。你看怎样？耶稣是刁工的啦，耶稣这个人很故意，什么时候不医病？他最喜欢在什么时候医病？安息日当医病他是袂使的，硬要医他什么都不选，他就选安息日耶稣是故意的，因为这个人知影，竟然伫安息日，耶稣来甲医治，所以他们马上就认定，讲这个人啊，毋是对上帝来，因为无守安息日。毋过另外法利赛人有人讲，伊若毋是对上帝来，伊是若是罪人，靠法度行这款的行者，这个是我真的很佩服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是一个多元的群体他们袂去介紧的想要有一致的答案，这跟咱台湾人无同款。他们会容许无同款的看法，来创啥？来辩论啊，来辩证啊。你就质问我，我去就刚问嘞。有不同的意见，这是介好的一个精神。会当讲出无同款的看法，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的传统。咱爱知影，犹太人有三件代志，对因的规定来，这明显会当表明因是犹太人。好，守安息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显明讲因是犹太人。来，咱又讲哪有两项？好，行甲尾，行甲尾，伊显明伊是犹太人。跟另外一项，他们很引以为傲，人家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犹太人。信耶稣是不要那看，不啦，伊无信耶稣啦，犹太人，我讲犹太人，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守安息日。行甲尾，佫一项呢？食物件分清气，无清气这个很明显可以分辨他们自己是犹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很可惜啦，不是说阮会行做，这善良阮这好的，标明我是犹太人，太可惜了。可能也有，可是最明显的是这三项，
就是守安休日，行到尾，啊，佮用个食米。基督徒嘛有3项呢，甲这做神的基督徒嘛是3项哦。因行到尾，啊，咱呢？洗礼啊！你有洗礼无？啊，袂洗吼，啊，袂洗袂使选举哦。咱洗礼嘛界定了，对无？表明咱是基督徒。第2项呢？我讲因是守安休日，对无？咱呢？咱做这礼拜嘛介重要，对无？所以呢，今年我们停止实体礼拜，上帝甲咱讲下生的星期天做礼拜嘛是基督徒奉认出讲伊是基督徒的一个介重要标志。第3呢？我讲犹太人是哪？因食物件分千去无千去，其实咱基督徒嘛是，食饭进前啊那，记得，所以变这是分辨咱是犹太人咱是基督徒最特殊的三个标志哦。我说可惜啦，应该是咱的行为啊，咱会行做水佮善良，互认出讲哇，这是基督徒，毋敢好着，好，继续努力。我讲啊，因开始冤家啊，有个人认为讲伊无守安休日，所以伊无可能是对上帝来。另外有一人讲，若是罪人，若毋是对上帝来，靠有法度行即款的神迹，这是介大的神迹。弯弯的他们觉得最好的方式是这件代志无发生就好啊，对吧？这是个误传所以只好回头问他，你这个青年，你即摆会当看到？伊甲你开目睭，你讲看卖伊什么款的人？阮遮有人认为伊是罪人，有人认为伊啥？伊一定不是罪人伊会当行即款的事情。结果那个人说什么？他是个先知。这个青年的眼光比大家都好。毋过犹太人无相信啊，我都讲过啊，这个代志上好无发生。结果发生了，因为现在看他已经会当看到啊，对不？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伊毋捌青面他之前不是青面，即摆会当看到。之前可能是一时不悟，即摆当青面就不算什么神迹嘛。赶快把他的父母叫来问，因爸母讲伊青面出世就青面，这阮知啦。毋过伊即摆伊安怎好起来，我毋知啊。所以伊大汉你讲圣经有注解叙事者有解释，因为讲因爸母毋敢了解毋惊管即件代志，因为犹太人有约束好势，上承认耶稣是基督，就要甲赶出会堂咱知会堂是咧讲犹太人聚集的所在，它也是一个组织。如果你这个犹太人去互赶出会堂，你的生活就很不方便，你可能还生活不下去。就是经济活动，你就没有办法参加。我爱甲你做生意啦，我爱甲你做生意，甚至物件我爱卖互你。你嘛无可能会当参加所有的宗教的活动，你被隔离会堂，就是讲你跟这个信仰群体就被断绝了，所以唔敢出一件代志。所以伊讲你去问伊伊大汉啦，我唔知。所以完全没有办法从这里解决。在法利赛人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转来甲这个市面即摆得着看见人讲，你大家眼光归互上帝，袂使世界讲是这个人，互你得着看见，因为阮知影这人是是罪人。这犹太人派公派，他们还知道这么好的事情，要把荣耀是要归给上帝。所以你要怎样？犹太人是信上帝，是真是信上帝，只是他们不信耶稣伊无爱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他说耶稣这人是罪人，你不要把这个神迹跟他扯上去这个市民就讲，
耶稣伊这人是不是罪人，我唔知啦。啊，不过我知是件代志。他说我知道一件事情哦，我因为是安那，是啊，我即马啊，你想到什么歌？啊？你不要想到什么歌？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好，是从这来的吧？我本来是西面啊，即马啦，你着看见。看下这个经文，这个故事到这个时阵吼，其实它显明一个状态，下面一个状况就是讲。是一个真正真实啊，这深刻的生命的见证。啊，你甲一方面是 versus 甲啥物对抗？你拘泥吼啊，限伫迄个信用的规条内面，在做对抗。看下咱唔免怀疑，咱即摆是基督徒，在看英国的代志，你咱若是迄个时代犹太人。咱若是伫迄个时代犹太人，你无遵守安息日，有严重无？是至重要、最严重的代志。你无遵守安息日，你的确就毋是上帝的百姓，你无可能是先知啦。啊，若要用咱即摆的观念看是啥物代志？啊，用我们现在，你说这个绝对不是基督徒啊，绝对不是牧师啊，他做什么事？他怎么样？啊？他传福音哦？不是啊，他不传福音啊，他绝对不是牧师啊，信不信？啊，这个牧师做了什么事？会和你讲，这个绝对不是牧师，什么？耶稣做这件代志，法利赛来讲，这绝对不是先知，因做有把握，因为伊安那无遵守安息日。啊，那你也用即马现代基督徒来讲看。啥物代志会互你做有把握？这个绝对毋是牧师，因为伊啊，因为伊啊，对啊对。你必须是从圣经的教导，你一定还是对圣经的认捌，你用圣经的话，你判断讲，这个绝对毋是真的牧师，有可能吗？对啊对。现在找不出来吗？现在牧师比较好当哦。看下这，不管你找到什么理由，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讲，伫迄个时代的时阵，这法利赛人认为理所当然，那犯这个问题的人绝对不是对上帝来，他们已经定下这个想法已经很深刻的局限他们，所以竟然上帝独生囝会互你看不出来。他们因为这个很呆板的信仰规条，地到因无法度看到这个真正真实的生命的见证。毋过吼，我较见讲这个故事内面这个市民吼，虽然伊啊目睭看袂到吼，安那嘴着来，可能一辈子都不是用眼睛嘛吼，嘴着来，你看这法利赛人就讲，伊甲你做什么回啦？他是怎么开你的眼啊？这个人说，恁奇怪哦，我甲恁讲过啊，恁就无相信，即摆去问是咧问啥？利不利？嘴巴很利，他继续说，我问遐济哦，难道你们也要做他的学生吗？这个看起来怪怪，其实前面有一个没有讲的话，前面那句说，你问遐济是要创啥啦？无你是要做伊学生是无啦？你这样你就连起来了这法利赛人讲啥？我们才不是嘞，我是什么？摩西的学生。各位看这里就抓出一个重点，这些人是摩西传统的学生的继承者，他们自己认为自居为摩西的传统的继承者。可是到底你是不是有抓到那个传统的精神？这个是个问题各位看
我们也认为基督徒，你嘛认为你是上帝的话的继承人，有没有？那么是不是讲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不是？是不是啦？你们这些异端，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真理，是不是啦？是。啊，所以我们所有代志拢照圣经来做，那违背圣经的教示，你就一定是什么？异端。不是对上帝讲来。表面上这个讲法是对的，可是重点是，我们接收到的圣经的教导，你到底有没有抓到它的什么真正的精神？这个跟耶稣一个真很赶快，耶稣偏偏的是要抵埃及人来预备，就是要违反十诫。他就是要违反上帝的话。到底那个时代的人会当看出来上帝的话的意义无？甲真实无？伊会当看出来耶稣其实并无违反10条诫，敢看会出来？可兄弟，伫这个时代基督徒嘛是拄着同款的问题。咱有做基督徒，咱的兄弟姊妹，有的无爱食火，有的无爱食酒，有的无爱食棒棒糖、凊彩啦，伊拢讲伊是为对来的，为圣经的教示。各位兄弟，咱是毋是会当真实去抓到这个上帝话的精神甲原则？咱若无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咱就是迄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我们就会成为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没有话讲。我说，这个市民喙出来，伊就开始教示后，伊讲咱知啦，上帝对摩西讲的话因为你讲你是摩西的学生嘛，咱知影上帝对摩西有讲这个话啦。毋过咱毋知影这个人是对倒来，这是迄个法利赛人讲的。毋过，迄个市民讲，伊开我的目睭，恁安那？恁竟然毋知影伊对倒来你们当什么法利赛人啊？伊佫继续讲诶，讲上帝无听罪人的话啦，敢若敬拜上帝遵太医旨意的，上帝较要听啦。恁这摩西的学生，恁敢毋知影？创世以来，创世以来，未捌听见有人会当开迄个生来的奇迷人的目睭啦。若毋是对上帝人这是做袂到的。为啥这？他是一个生来就痴迷的人，一定无读过册。伊所有的财物拢人讲袂伊听的，伊是迄个世代就是我阿狗讲。你若受到灾厄，有苦难伫你的心上，就表示你是安那犯罪啦。你佫竟然是出世就痴迷啊，就表示讲你出世就安那。就生伫罪恶中的人，你这个人是无资格甲我讲话啦，竟然啊，你得甲我教训，于是他们就把他怎么样赶出去了这个没有讲清楚，赶出去是不是像我阿多讲，被革出什么会堂那革出会堂的大代志就大条他们有暂时的跟永久的，暂时的有可能是30天，还是讲70天。或是更久，那是个有约定。那这严重的就是永远革出会堂，好多讲过，那他的生活就要出问题了耶稣听伊讲，伊赶出来，就去找伊，甲这人问讲，你有信上帝的囝无？比较多的版本不是这么写，比较多的版本是说，你有信人子领主无？这个市民得着看见啦，伊就讲。主啊，伊是一位，你互我看，我要相信伊。耶稣就甲伊讲，你捌看见，即摆甲你讲话就是。他就马上回应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甲讲，我因为心怀临到这个世上，互未看见的人看见。竟然嘛，互看见的人变做市民。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为着心怀来到这个世间。其实我
上重要目的是要互迄个痴迷，互遐个看袂到的你着看去，无拍算，我今年嘛互安那，互会看见的煞变做痴迷，煞顶个看袂到。耶稣咧讲这话的时阵，边仔佫有法利赛人听着，因着问耶稣：无你是咧讲阮是痴迷吗？马上就要来反抗。耶稣讲：恁那是痴迷，安尼跟没有关系啦，无罪啦，痴迷的看无嘛。可是你们现在怎么样？恁讲恁看会到，你们就自己定自己的罪。为啥这耶稣这人讲话是很厉害的我要回复前面，今日咱这段经文遐尼长，1到41节，其实有2点咱来了解2个部分。第一个，耶稣做了一个颠覆，各位阿姐，耶稣做了一个颠覆，就是咱一般人常常，也是讲其他的宗教，常常在面对苦难的时阵，是甲焦点放伫对，去找伊的原因，去寻找这个苦难的原因，因为咱认为，咱若知影苦难的原因，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避免这个苦难，也是会当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是这么想，我们只要能够找到苦难的原因，我们就可以解决苦难的造成。可是耶稣提出另外一个方向，伊无认为苦难的原因是人会当了解的，不要去寻求苦难的原因，反而去放眼去看，这个苦难会当达到什么款的目的？伫这个事件，耶稣互这个苦难要成做上帝会当显明伊的大快乐，是的圣公是犹太人无信耶稣，伊嘛知影这件遐尼水的代志，要爱甲因讲归到啥物人？归到上帝。因无信耶稣是基督，毋过遮硬心的犹太人，犹人知影，若有一个生来出世就痴迷的人，得到看见，这个眼光要叫啥物人？要叫上帝。看来这是无容易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就是讲，我们面对我们的苦难，也是你咧看别人对着苦难的时阵，你毋是去敲找迄个苦难的原因，你是去探讨。还是讲你去发掘这个苦难的目的会是什么？苦难要怎么解决？苦难要安怎解决？不是靠你去了解伊的原因，是靠未来的方向开始对。这个是基督教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记不记得约伯记？约伯怎么脱离苦难的？约伯后来有没有脱离苦难？有无？有所以是因为耶和华跟约伯讲嘛，你就是安那，所以才有苦难，是这样子吗？不是呢。那约伯是为什么脱离苦难？约伯是安怎去脱离伊的苦难呢？上帝甲伊安怎对话上帝甲伊对话，敢是甲讲为什么有苦难？不是呢，其实上帝就是明白甲讲一句话，你不懂，讲互你知你嘛安你嘛听无。上帝意思是安尼，讲甲互你目、手就好拍解，你听无。毋过上帝甲伊讲了时阵，约伯煞讲啥物话？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即摆亲目睭看见你，我要安怎忏悔？我要伫尘土甲炉灰内里悔改忏悔。是安怎约伯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其实各位阿姐，约伯有透露出一个方法，如何从苦难中脱离出来。这个方式不是去敲找苦难的原因，是甲上帝相对。
你若会当甲即个无限全能的上帝相拄，你就会当对苦难中靠上帝甲你救出来。其实照我的经验，我的观察，甲我的非官方统计，有当时啊唔免甲上帝。你如果可以跟无限趋近于无限的存在相遇，你就会从苦难被拉出来。我咧讲啥？人会当拄到的较无限的存在，比如说，咱知咱明轩最爱唱歌的，好，喜好音乐艺术，更像这音乐艺术就是比较怎么样？有无限性的存在的物件，比较趋近无限。一个受苦的人，伊若甲音乐艺术相拄，其实伊会对苦难中获救出去。这个就是无限的力量。看到这里，牺牲自己是不是无限？牺牲自己也是一个无限性的一个存在。所以一个受苦的人伊若去选择讲去帮助别人，去为别人受苦，去牺牲家己，往往他也会从他的苦难中被怎么样救出来。不过咱知影，最终极的无限的是上帝，跟上帝相拄是唯一解决苦难的方法。这个离题了。今日的经文，耶稣基督予咱一个看见，当咱面对苦难的时阵，拜托的，唔通搁去敲找迄个苦难的原因，因为咱无法度理解，咱无法度知影。颠倒开一个门，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像耶稣才安尼讲的，讲这个苦难是要显明上帝的大贵人，大荣光。这段经文第二个所在，真正就要变成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了，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去经验到、看到耶稣基督这个神者，因无法度相信。直到上尾，耶稣讲一句话：痴迷的得到看见，会当看见的顶到安那，煞看袂到。看下这款的情形，不是发生伫第1世纪耶稣咧讲的这个故事内。我认为到当基督徒，咱做基督徒，包括我，嘛伫介济的神者，伫介济上帝作为顶面，咱变做痴迷。我们因为咱家己信用的传统，那些窠臼，迄款的限制，所互咱看袂到上帝作为。看下伫咱今日读这段经文，咱真正来去反省，咱是安怎变做痴迷？咱伫耶稣基督的作为头前，我们是如何？我们怎么会变成瞎子啊？我们变成瞎子，我们还跟这些法利赛人同款，这坚持的，甲唔是痴迷的人安那赶出去。我们反而，我们这些瞎子，把眼睛亮的人赶出我们的信仰群体。我们到底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就去参考，去熟课，是安那法利赛人会变成安尼，咱就知影咱是安怎会变做这款的事。约翰福音内面这个第6个神者，会当帮助咱这个世代所有的基督徒，唔通继续食做痴，咱同心来祈祷。这种的迷惘，的确无爱食做痴迷。当耶稣基督这个光，互遐个本来出世就痴迷的人，会当得到看见的时，阿爸爸，求你保护我，引带阮这个基督徒，阮这个一世人，受到你拣选，受到你满满恩典灌压的这个基督徒，帮助阮，唔通颠倒诚做痴迷。
毋通，互阮受着圣经你的话表面的意思，受着即款的压制、限制，互阮看袂出阿爸爸你的心情，甲你大大的困难，甲你对人的疼。若是阮真正是亲密人，阿爸爸求你怜悯，搁一届剃开阮的目睭，搁一届互阮得到看见，搁一届互阮真做你的同感，互阮有眼光看到你认为水的物件，互阮有即个眼光看到你认为重要的事工，认为重要的人，因为阮要真做你中心的模度，求你来使用，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多谢牧师，咱要三甲用圣诗593首来回应上帝恩典，拄着信咧在地为你真艰苦，三甲起立来应。你。
阮阿爸爸上帝，阮真人来到你面头前，搁一届来感谢你所赏赐的恩典甲气力。阿爸上帝，虽然即马病情互阮无法度生活比较方便，互阮无法度自责来到你面头前，使甲为你来敬拜，讲恳求你互阮的心事，但是继续仰望你，恳求你的赏赐甲引发。阿爸上帝，即是阮奉献阮的金钱，就会当诚做你的时间所用，阮的大家祈祷拢是奉你的名所求。阿门。咱即个时阵来报告，今仔日咱头一遍，因应国际甲国内武汉肺炎的疫情快速的进展，果仁教会咱的教会小会有一个决定，对3月19开始暂时实体的主日的礼拜，包括台语甲下晡的夜礼拜，一直到4月底，改由网络直播甲录影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后礼拜咱就无即个实体的礼拜，咱会若是真正爱来教会拜堂，咱嘛是定会当看到录影，即个部分内面会当请咱的防疫指挥官徐长乐来补充报告。过来就是4月份妇女团体聚会暂停，咱部分请徐长乐来补充说明。各位这平安，实在是不得已吼，这2礼拜、2礼拜到3礼拜以来，实在是上严重的时间。足侪人留学生也好啦，佚佗的倒来，这一波可能1、2个礼拜以来会大爆发，所以为着避免咱教会若确诊就爱关，安尼就代志就大条。所以咱即礼拜拜4临时小会有开会，有决议，为即礼拜开始，就是咱暂停咱实体的礼拜的方式，咱改变咱聚会的方式啦，伫厝里用网络来做礼拜。所以但毋是讲咱固定教会就停，无啦，咱牧师还搁伫咧，咱干事还搁伫咧，长老执事啊，可能袂有讲伫咧，伫咱家己厝来做礼拜，是即个方式。所以因为即礼拜较临时，所以还阁有请大家来遮会当用圣歌队个赞美，像煞连续即个直播，也是看迄个录影直播即种方式。但后礼拜开始，咱周间的聚会，包括所有的练习，也是包括即个查经班、祈祷会、诵道，就即礼拜拜四就已经停起来。暂时大家拢莫在遮群聚，莫有制造即个机会。礼拜日的即个主日礼拜，包括早起台语甲下晡华语，做法拢共款，拢是用迄个网络。到时阵时间到，你把迄个连接接上去，就会当做礼拜。这中间的穿插，咱牧师会去处理原则到4月底，但是4月底的时阵，看疫情的情形，若真正还阁控制袂落来，会阁通知。所以今仔来的人，有的人是真正毋知影，咱也会当把你的联络方式留落来。比如讲，你若真正无电话、无手机啊、无网络，你想无留你的地址啊？到时会当专人通知，讲要开始实体聚会。所以这段时间，请各位若做忍耐，咱是伫改变咱的聚会的方式，毋是讲咱个人教会要关门所以希望大家当谅解。多多配合，多谢。谢谢师长嘛咱在长老即次拢做认真的设计毋茫伫，咱会当继续礼拜，毋过嘛会当做着咱的超前部署，会当防疫。你若讲星期天早上起床就忘记了，然后就来到主日教会，一上来从这个礼拜以后，就算你在主日的时间来到哥林教会，不会在门口就挡住不让你进来
可是你就算10点来到古灵教会，你也是会看，就是我不会站在这里，我会站在下面，跟你一起看咱的整个录影的礼拜，所以你伫厝里看，也是在遮看，其实是同款，所以你若有想到，你就在家里看就好。我是讲，你若忘记了跑来古灵教会，你也是只能看那个一起录影的礼拜，所以我们会跟咱的影音小组，跟咱的同工，每一个礼拜我们会甲先个留起来，一样在10点会播放，甲下午1点半也会播放。好，咱这是要来同心仪的，无论咱出声无出声，无要紧，咱最后做一个结束，我来做一个结束仪的。受到威胁的时候，我向你求讨，大声呼叫，我要求你保护，求你医治，求你安慰。伫即届的武汉肺炎、中国肺炎的受害者，甲因的家属，我陪阮看到台湾以外其他一个国家，因受到比阮想象更较大的灾厄患难，阮看咧唔甘，我袂求你怜悯，求你了解，求你赏赐你的恩典，甲遮受苦的人做伙，甲遮失去因的亲人的人相斗阵，遮的生命需要你的安慰，需要你的润贴。需要你的帮助，阮伫遮求讨，阮感谢台湾的政府有好的准备，阮感谢民间大个细组织拢有好的准备，像阮观念教会有遮的中心的同工做遐尼好的备办，阿爸袂讲为遮拢来感谢，毋过我嘛继续向你求讨。阮会当早一日会当离开即款的威胁，阮会当继续正常过日子，所有伫你稳定的面下，而且献上阮的感恩，嘛献上阮的愿望，求你听，嘛求你赏赐。阿爸爸要甲搁一届，甲阮的囝兄。甲阮的不安，甲阮的无平安，拢要交伫伊的手中，伊要重新来加添力量，平安伫阮的生命。搁要甲所有伫即届中国肺炎会受到损失的人，爸爸嘛求你怜悯，阮要去掉你的疼。我要跟人做伙，我要坚心来听候，来等待这个危机过去。我要定心，好好过日子。阮会更较珍惜阮的生命，阮会更较看重阮的生命安怎成做你的人格。阮虽然无够野，毋过阮知影，阮会每一天比每一天更较认捌你，认捌阮家己。求你来引带甲使用。同心祈祷，虽然袂堪进，毋过拢总是靠最后所叫的。阿妹，好，咱们来唱我的先诗《愿上主大仁爱》，399首，请咱起立，这首歌有反复。愿上主大仁爱。引着你心怀，主的名为心念，家己的同在，万众
因为你毋是痴迷的人，伫上帝的稳定甲气力内面，恁着听着看，伫即个世间着跟缀恁的救主耶稣基督，无惊吓，着放心，知恁的主较赢即个世界。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世神的相通保守、充满安慰，要甲恁正人伊个尤其。要甲真心无平安、无健康、受苦的人伫地，要对即时到主过来。阿门。阿门。请坐，袂倒。小属你平安。宪法可以吗？宪法里头没有介绍，好，宪法里头我们